李兆基走咗1週年，恰逢生忌，徐子淇以慈善成位置，豪門新抱20年熬出話語權。香港超級富豪李兆基走咗1週年，當日亦係佢嘅農曆生忌，李家冇搞任何公開紀念儀式，反而傳承佢生前嘅慈善精神，舉辦多項慈善活動。除咗行機派發福袋之外，新抱徐子淇亦全力投身慈善，喺中環海濱花藝展首日親自主理慈善環節，以此紀念老爺李兆基。今次花藝展由恒基同 CJ Flower Market 合辦，優先邀請小朋友同長者做首批觀眾。徐子淇以李家女主人身份親自招待，之後先接待城中名人名媛，就連霍啟剛都專登抽身撐場。徐子淇嫁入李家足足20年，多年來一心湊仔持家，低調過豪門生活。隨着仔女長大，老公李嘉誠成為家族企業揸 fit 人，徐子淇亦做好賢內助輔助事業，平日只喺慈善場合先露面。今次佢連日高調現身，只為推廣藝術同慈善。相入面嘅徐子淇一頭啡色長髮搶眼，打扮簡約大方，優雅知性又親民。活動首日，徐子淇接受訪問時表示，喺老爺農曆生忌搞活動意義重大，因為李兆基生前最中意做慈善，佢希望將關愛社會嘅精神延續落去，所以先招待長者同小朋友，等佢哋感受社會溫暖。活動對外開放之後，林恬儀、柳黃明琪、林麗穎等頂級名媛闊太都應邀到場，徐子淇逐一接待合照，就算唔站 C 位都憑高挑身形同出眾氣質搶鏡。現場仲有黎姿現身，佢早已轉型女商人，融入上流圈。43歲徐子淇同54歲黎姿同康，兩人保養得宜，但徐子淇睇落更自然大方。黎姿亦晒合照多謝邀約，話當晚同老友重聚好開心。憑住李家喺香港嘅地位，徐子淇喺上流圈身居頂端，但佢一向低調，唔混圈子唔結黨，相識滿天下都只係泛泛之交。今次借紀念李兆基搞藝術展兼慈善，可謂一呼百應，盡顯豪門女主人風範。李兆基離世近1年，徐子淇依舊低調，對上一次公開露面係今年2月初，陪李嘉誠出席上海晚宴，打扮大方得體。點知3月12日，有香港網友喺中環 Pride 偶遇徐子淇，大讚真人靚到爆。Pride 坐落中環新地標 The Henderson， 上年尾先開業，憑住未來感裝修同創意菜式爆功。呢間餐廳正係徐子淇同李嘉誠嘅生意。上年10月網球名將薩巴倫卡來港，兩夫婦都曾喺呢度款待佢。今次徐子淇現身餐廳，可見佢對生意十分上心。網友晒出動態圖，相中徐子淇一頭金髮披肩，住卡其色套裝大瘦美腿，皮膚白皙，身形纖瘦，完全唔似4個仔女嘅媽媽。43歲睇落後生好多。佢同外籍高層傾偈手勢十足，盡顯女強人風範。169厘米身高加埋高跟鞋，只係比對方矮半個頭，氣質依舊一流。97歲李兆基離世，最掛住嘅唔係個仔，而係新抱徐子淇。97歲高齡嘅李兆基早前安詳離世，佢一生最放心唔落嘅，竟然係新抱徐子淇。李兆基同前妻分開超過40年，大仔李家傑至今未婚，李家唯一嘅女主人就係徐子淇。佢要打理幾十口人嘅起居飲食，處理家中大小瑣事，兼顧丈夫事業，重擔全部壓喺佢身上。佢亦用行動證明自己配得上千億新抱呢個身份。李兆基走後，昔日風光無限嘅徐子淇，生活好似唔再似往日咁光鮮。當年李嘉誠集10億迎娶徐子淇，婚禮轟動全港。婚後佢連生4胎，外傳李兆基每抱1個孫就獎10億。2025年李兆基離世，留下660億身家。到2026年跨年晚宴，43歲嘅徐子淇雖有打扮，但鎖骨拗陷，法令紋明顯，睇落蒼老咗唔少。晚宴規模亦大縮，冇邀請娛樂圈中人，兩夫婦低調咗好多。徐子淇14歲做模特，之後轉型做演員，行名媛路線。婚前拍過幾次拖都冇結果。2009年嫁入李家後即刻退圈，婚後8年連生4胎，為求仔更花300萬放生金錢龜，一度被外界指係生仔工具。直到李兆基退休分家產後，佢先開始爭取話語權，由周身珠寶變拎600蚊嘅 Coach 手袋，慢慢活出自我。
豪門婚姻從來唔係淨係享福。向太當年面對丈夫出軌，直言肉體出軌唔緊要，但要注意安全，更打電話警告丈夫，憑硬氣守住地位。洪天明同周家慧育有兩子，仍被曝出與男子親密。周家慧解釋只係扶人，但信任危機都鬧到滿城風雨。徐子淇嘅轉變其實係豪門生存智慧，以前靠老爺撐腰，而家自己手握話語權，由生仔工具到拎平價袋，唔係風光不再，係換一種活法。反觀一味靠長輩撐住嘅豪門婚姻，又未必穩陣得過佢。唔少打工仔都話，豪門少奶冇老爺撐腰就冇底氣，但其實徐子淇由依附他人熬到話事，呢步走得相當聰明。豪門婚姻邊有咁多童話？徐子淇可以靠自己站穩陣腳，已經贏過好多人。普通人過日子都一樣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李兆基離世至今快夠1年，徐子淇依舊保持低調作風，極少公開露面。佢對上一次現身係今年2月初，當時陪同丈夫李嘉誠出席上海恒基兆業 Central Yards 專案晚宴，一身米黃色套裝搭配拖地披肩，靚女又大方。估唔到3月12日，有香港網友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喺 Pride 偶遇徐子淇嘅動態，話同佢擦身而過，真人真係靚到暈。據悉 Pride 坐落中環新地標 The Henderson， 去年底先開業，係人氣極高嘅酒吧餐廳，以橄欖綠色未來感空間，主打風土概念創意雞尾酒同高級素食爆供。據傳媒報道，呢間酒吧餐廳嘅老闆正係徐子淇、李嘉誠夫婦。值得一提，去年10月網球名將薩巴倫卡來港打表演賽，徐子淇同李嘉誠曾喺 Pride 款待佢，之後薩巴倫卡亦喺社媒晒出合照，相眾會面氣氛好輕鬆。徐子淇著卡其色絨面套裝，李嘉誠則黑衫黑褲配蛋糕鞋。今次佢喺 Pride 被網友偶遇，可見佢對呢盤生意相當上心。評論區入面發帖網友同其他人互動時，依舊大讚徐子淇身形高挑，身材勻稱健康。為咗證明所言非虛，該網友亦分享咗一張動態圖，相中佢啡色長髮自然披肩，著卡其色套裝大秀美腿。細心體會發現，打扮風格同上次款待薩巴倫卡時差不多。徐子淇皮膚白皙嫩滑，身材纖瘦，完全睇唔出係4個小朋友嘅媽媽，視覺上年輕過實際43歲嘅年齡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佢當時正同一位外籍男士傾偈，傾結時仲動手勢，好有女強人風範。身旁光頭男士西裝骨骨，手拎手袋，睇落似係高層職員。男士個子好高，但徐子淇著上高跟鞋後，只係矮佢半個頭。據公開資料，徐子淇身高有169厘米，再加高跟鞋就更顯高挑。不得不說，佢嘅氣質依舊一流。